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1月6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为灾难而痛哭的先知。我们要读以西结书21章1到32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我在考验我的子民，如果他们不悔改，灾难必定临到他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以西结书21章13节。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在陈述以色列人过去的罪恶。上帝要先知对耶路撒冷和圣所预言，上帝要拔刀出鞘了。上帝设立快刀，透过巴比伦要来进行毁灭，好让他的愤怒可以止息。所以上帝透过巴比伦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也透过他们来刑罚亚扪人。经文在记载耶和华借着先知预言两个国家的灭亡。如果你从1到27节就看到预言犹大的灭亡，那后面28到32节就是预言亚扪的灭亡。其实先知预言巴比伦王成为上帝手中的刀，他从两条路去消灭犹大还有亚扪。你们看，犹大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享有上帝特别的恩典，但是当他们和亚扪一样，都是罪孽的尽头到了的时候，所以他们要面临受报的日子。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所以他不容忍罪恶存在。先知以西结他除了用说的之外，他还用表情，他的动作来唤醒以色列人。所以他弯着腰苦苦地叹息。这些百姓就会感到好奇，你为什么会这样的举动呢？那他就会回答他们，你们的灾祸已经迫近了。先知的举动反映他内心的哀愁。人们面对灾祸害怕惊惶的表现，强调犹大人在上帝的刑罚底下的无助。所以当耶和华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义人和恶人都受苦。耶和华的刀要从南到北攻击所有的人。虽然上帝对两个国家的审判是一样的，甚至对犹大更严厉，然而我们在这个地方却看到一个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同样是亡国，32节提到亚扪这个国家必不再被纪念，是永远的灭亡。但是27节却提到犹大国将会立一个君王，重新把国赐给他。而这里指的就是耶稣。从先知书我们不断看见上帝的选民有一个特权，就是虽然上帝严厉管教他们，刑罚他们，但是上帝总是有盼望的应许在后面。因为上帝已经定义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管教他的儿女的目的，只要如同第22、23节所说的，要显露他们的罪孽，使他们想起罪孽，以至于愿意回转归向上帝。其实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入侵，追讨犹大领袖的罪孽。上帝他不再使用犹大领袖，叫他们不能继续担任带领者的角色。
我们看，经过这一次入侵之后，圣殿被毁了，国家也覆亡了。因此，我们看到犹大不再需要这些祭司和君王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。明显，这应得的人其实是指耶稣基督，还有他国度的来临。我们来默想当你看到所不喜欢的人面临困境，或者是他面对上帝的管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是会趁机幸灾乐祸，或者你会为他们感到哀伤痛苦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不但没有放弃我们，更千方百计用各样的方法来唤醒我们，要我们回转。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坚固我的心，叫我们紧紧跟随你。求你也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，用谦卑受教的心接受你对我们的管教。不要叫我们离开你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